海天堂係賣涼茶龜苓膏，你唔會見佢走去賣菠蘿包。譚仔係賣米線嘅，雖然佢而家賣埋杯麵，但係斷估佢都唔會走去賣埋 G 扣啊公仔啩。咁一個賣開鋼筆嘅品牌，又點解會無啦啦走去賣埋錶嘅呢？Hello， 大家好，我係 Martin。Montblanc 嘅製錶歷史可以追溯翻去30年前，品牌喺1993年被 Richemont Group 收購之後，喺1997年就正式推出第一款嘅手錶產品 Meisterstück。而呢個名其實致敬翻 Montblanc 喺1924年推出嘅同名鋼筆產品。當時咧，其實大家普遍都唔太睇好 Montblanc 做錶。喺產品嘅發佈會上，甚至有記者當面問當時嘅品牌 CEO Norbert Platt 呢隻錶喺邊度 review 墨水，認真領專啊！由於當時 Richemont Group 旗下其實已經有幾位錶界大佬喺度，所以咧 Montblanc 嘅手錶一直以嚟嘅定位都係比較入門，品牌主力嘅產品線都係大概2-3萬蚊左右，譬如 Altesse 同埋 Tradition 系列。情況去到2007年就發生咗重大嘅轉變，因為當年 Montblanc 就收購咗有超過165年歷史嘅 Minerva。相信大家都聽過 Minerva 最叻就係研發手動計時機芯，就好似佢哋上世紀20年代發佈嘅 Caliber 13.20。好啦，古仔咧就講住咁多先，係時候去睇下錶啦。我哋今日咧就嚟到銅鑼灣 Elegant 嘅鋪頭，一齊去睇下一個 Minerva 嘅展覽。第一隻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呢隻1858系列嘅追針計時手錶。呢隻錶最特別嘅地方就一定係佢用咗一個 DLC 處理嘅鈦金屬錶殼。隻錶睇落去係啞光緞面嘅質感，防刮得嚟亦都非常靚仔。至於錶盤嘅材質咧，亦都來頭唔細，採用咗嚟自墨西哥嘅天然黑曜石製成。呢種火山玻璃被古代嘅瑪雅人稱之為石神，認為可以驅除負能量。為咗提升呢個獨時嘅清晰度咧 ，Montblanc 亦都特別喺個錶盤上邊加入咗白色同黃色嘅細節，包括2個 sub-dial 同埋中間蝸牛形狀嘅測速刻度。呢隻錶嘅錶徑咧係44mm， 反轉隻錶你就會明白點解隻錶要做到咁大隻，因為佢淨係個機芯已經去到 38.4mm。呢個 MB16.31 嘅機芯之所以咁大嚿咧，係因為佢用上咗一個好大嘅擺輪，並且用咗一個低頻嘅 2.5Hz setting。機芯打磨咧亦都相當細緻，零件上嘅日內瓦波紋、渦形紋理同埋倒角拋光做工非常精細。同埋咧，因為佢係一隻追針計時嘅手錶，大家亦都可以見到佢追針專用嘅倒儲輪同埋 horizontal clutch。即刻同大家一齊試玩下個追針功能先。第二隻要講嘅咧就係呢隻 Unveiled Minerva 嘅 Monopusher Chronograph。呢隻錶最特別嘅地方就一定係 Minerva 嘅設計師喺呢個 43mm 嘅錶殼上面開咗5個窗口，而且錶盤上嘅計時環亦都用咗藍寶石水晶玻璃做咗一個鏤空嘅設計，令到光線可以照射機芯每一個角落。我覺得個感覺咧就有啲似喺博物館隔住個玻璃去欣賞一件精美嘅藝術品一樣啊！呢隻錶好罕有地冇做到透底。點解呢？因為其實你根本唔需要擰轉隻手錶，已經可以見到晒成個機芯嘅佈局。呢隻錶搭載嘅 M17.26 機芯咧，採用咗一個翻轉嘅設計，將成個機芯嘅運作呈現喺手錶嘅正面同埋側面。透過精心設計嘅柱狀支撐結構咧，我哋可以由5個唔同嘅角度去欣賞到291個精密零件嘅互動。特別係呢個1912年獲得專利嘅計時錶橋，被特別放置喺機芯嘅頂部。呢個計時錶橋咧，連同機芯甲板都用上咗時尚嘅藍色，同金色嘅齒輪組互相呼應。再加上大量使用玻璃鏤空嘅錶殼，成件事俾我嘅感覺就好似一啲活化咗嘅懷舊建築，新舊融合，優雅得嚟，亦都跟得上時代嘅腳步。呢隻錶嘅功能比起上一隻簡單，只需要一個 pusher 就可以完成開始計時、停止計時同埋歸零啦。亦都因為今次隻錶冇做到透底，所以底蓋就刻上咗 Minerva 經典嘅箭頭 logo， 同埋佢哋位於瑞士嘅廠房嘅 illustration。至於呢隻錶嘅錶徑係 43mm， 厚度將近 15mm。本為17cm 以上嘅朋友，呢隻錶係你哋先戴到㗎啦。最後壓軸登場，亦都係我今日最期待嘅一隻，就係呢隻 Unveiled Timekeeper Minerva 啦。
一隻冇 pusher 嘅 chrono 手錶到底點計時呢？其實個答案就隱藏咗喺個 bezel 度，只要順時針轉動個 bezel 就可以開始計時功能，再轉多下咧就係停止，最後轉多下就係重設，認真過癮啊！Montblanc 為咗呢個設計已經提交咗多項嘅專利申請，一旦審批通過，呢個咁創新又好玩嘅功能咧，就會變成由專利保護 Montblanc 嘅獨門秘技啦。錶圈呢個隱藏功能實在太正啊！令到手錶背後嗰個手工打磨、佈局非常優雅嘅 M13.21 機芯只能淪為配角啊！呢個機芯都係行緊 2.5 Hz， 動力儲存去到60個鐘頭。錶底除咗有好靚嘅機芯背透之外咧，仲刻住一圈密密麻麻嘅數字。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對 Minerva 好有意義嘅年份，包括錶廠創立、重要機芯作品面世年份等等。最後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呢隻錶嘅錶殼。大家見到呢隻錶灰灰地黑地嘅顏色咧，係因為其實佢用咗個叫做仿舊鋼嘅材質。呢個材質嘅做法咧，就喺不鏽鋼嘅表面加上一個黑色嘅塗層，再經過手工水洗，最後就可以形成一種好有年代感嘅金屬感覺啦。另外值得一提咧，就係佢用嚟操作計時嘅錶圈咧，係用咗白金打造，同灰色嘅錶盤形成咗鮮明嘅對比。睇完3隻咁正嘅 Minerva 手動計時錶，唔知你哋又點睇呢？記住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如果你問我心目中最正嘅手動計時機芯，除咗 PP 嘅27525同埋朗格嘅 L951之外咧，Minerva 嘅機芯一定佔一席位。如果中意欣賞複雜功能機芯嘅朋友咧，就一定要親身嚟到呢度，親自拎隻錶上手，感受下 Minerva 機芯上鏈同埋計時嘅手感。我會將今次展覽嘅詳情放喺下邊 description box 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住留意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住 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嘅支持係我更新最大嘅動力。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